恭请副前人慈悲前到玉济公，坤到玉济公。副前人好，副前人好。咱蔡天师吼，但叫咱各位前辈特别而且咱副前人好。其实吼，因为点名说出来，点名说来讲吼，有件事点名说出来吼，可要吼，咱我来讲是你较无下，今年咱讲呢，咱美国话无做都无做吼。而且对啦，佫无要讲吼，咧英文就唔讲，所以因为道学是不断的学习，甲不断的研究，不断的体悟，咱先在咱的法律，咱的感受，咱的感受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好变啦嘛，像蔡经理的马条面活动吼。上面迄个六坛经，迄个阮曾经理吼，伊咱爱上，也是叫咱好去讲。我嘛点文书记，拢点文书记讲，咱好去讲。所以咱好嘛是昨，嘛是有哪去甲做一个机会啊吼。就开迄个9点到9点，因嘛吼，那差不多约到9点，去到9点半吼。做一个议会安尼啦，其实那个讲明吼，咱蔡老师嘛讲得诚好啦吼，啦，有件事咱一支刀嘛有活啦吼，一定袂来，但是不断的活，这个菜刀哪会来？迄个领悟咱哪会出来？无咱个领悟咱不出，基本上来讲起。咱蔡点文书吼，伫进港这段当中嘛是诚辛苦啦吼。要点到，要做上下尾，要出门吼，要先来面，嘛要这个兼做旁边啦吼。所以变成咱所有拢家己先报的吼，嘛是咱诚辛苦。嘿啦，当然这嘛是咧成就伊，嘛是咧责任负起啦。过因人呢，因为这个六坛经啊，都到这个做相品吼，这个做相品。那当然到这个做相品吼，主要咱蔡经理嘛，这个做相品的这当中，嘛毋甲人讲嘛诚详细。不过因为咱好是讲，因为这段话啦吼，嘛是咱这个因为真单，咱好是西皮天。当然这是后边是话啦吼。那做呢是讲到做相品，这个做相品啦吼，因为凡这人的文艺内底当中，拢是一个上算，论文艺啊，拢是一个上算，拢是一个论算、论述啦，嘛叫一个演算、线索啦。下当讲的物件，拢毋是一个真啦。下当讲的物件，拢毋是一个实相。所以呢，因为咱人讲的内底当中，变成一种的演算，所以咱我想讲，现在当时，迄个心经内底当中，咱来讲一个叫做一个树吼，心经来讲一个树吼，这个树是因为印度一个话啦，该虽然中国话叫做呐。密语啦吼，密语啦吼，嘛叫做真言啦。因为伊这密语就是我用讲出来物件啦。真言不在纸面上啦，纸上最多是讲啦。有人好的伊中变成西方的不啦。咱知影当时佛道。
293的数学当中，到有一个莲花微笑的图案，莲花微笑的图案，大家写好的技术，迄叫做啦，迄叫做美女啦，迄叫做迄嘛叫做印心啦吼，印心啦，叫做心灵之法。咱今日虽然听讲这物件，拢是一个文字啊，但是文字内底当中呢，咱若以文字来甲听文字啦。可会听啊，作这有啥物件？有啥物件？原来讲这个是文字，啊，文字写一百几嘛。哦，所以咱讲叫做啦，色声香味触觉，好，这个了解嘛。啊，色嘛吼，色就是哪？就是文字嘛。一直甲写是文字起来，拢叫做色嘛，有形无相叫做色嘛。啊，声呢？哦，声。就是因为透过我讲出来物件叫做声嘛，啊，这个声甲声拢叫做电嘛吼，这种叫做电啦，吼，咱叫录电，色声香味触觉叫做电。啊，咱离色、离声、离文字上，啊，离我的音声上，要找着哪？要找着这个字句，要找着真言，敢若讲无可能，安尼对。啊，所以既然伫电的内底当中，伫电的内底当中，咱人今日听课，咱听法，若无透过着咱智慧去甲印证，透过咱智慧去甲印证，你听哩看这文字，你听哩我咧讲这物件，你愈听愈复杂，你愈听愈济问题出来。所以就咱讲出话讲，我就说不记啊，世人啊死在伊的身上。我就不说文字，啊，世人死在文字身上。我讲嘛袂使，我嘛袂使。所以，迄个讲是一种啦，讲是一种引导。比如讲，今日圣经是讲，圣经是话讲，无恶法者可得病，有无？有一个叫做可得病倒无？病倒圣经嘛吼，病倒圣经。无恶法者，我是要讲即个倒啦吼。是咱无恶法者可得病。道圣经，咱来了解，无恶就是讲大嘛，法者讲叫做地狱嘛，可能你就讲叫做经上班嘛，啊，甲咱变一个道出来。这个道是咧讲啊，这个道就是咧讲叫做上对法，相对法，相对法，啊不是绝对法，伊毋是绝对法。你今日要记哩，无恶法者可得病啊吼。叫普罗米啊，你讲普罗米，无恶就讲大嘛，无恶就讲大嘛，无恶就叫大嘛，这叫大。法者叫地位嘛，地位嘛，好，普罗米，普罗米，普罗米，讲叫做哪？经上难嘛。经上难嘛，甲咱讲嘅，你能得到即个自性大智慧，哦，你会当得到了解脱。啊，它有一个道，它有一个道，哦，即个道后壁，即个道后壁就是一个小，即个相对，即个爱快嘅，即个相对。啊，若相对了后，要达到无恶或者可比。你若就是相对内底当中，你绝对袂当达到正常批的解法。我想说一个简单的比喻，咱今日好，已经坐船顶，已经离厝门到平安。你还要顾及你坐迄个，你坐离迄个船顶，你无射掉，你无射掉，射着啥物件？射着即只船。你如果进入这只船，那你今日会当爬上这只船的，你会当平安嘛？就跟你讲，你无恶法者可你已经得到最大的解脱啦！你在执理一个啊，一个有，你不舍掉，你也袂当舍掉相对论的当中，你要安进入去绝对论，无可能嘛！所以你就无有这个绝对嘛。啊，所以今日
咱伫金毛金伫福德伫地八分后壁一句话，伊讲哪？伊讲苏摩提若有人以3000代千世界之福修布施，是人必福名为多福，有无？名为多福，名为多福，这句话真严重哦，名为多福。所以看经典这个物件，伊看名为多福，有这无？苏摩提言行多谢真，是福德，只为福德性，是个如来说明福德多，有无？因为你今日这个道，这个世间法，是为道福，是这个证因道后有成效。这个道效就是世间的第一个哪？世间的论调论法嘛。啊，你有一个道有一个效，就产生讲11粒地，搁加一粒嘞，11粒空一粒，啊那人叫做相对的多嘛。哦，它不是绝对的多，伊唔是叫做绝对嘛。哦，伊毋是叫绝对嘛，绝对内底就无一个倒到无一个小啊，迄叫智力绝对化。啊，所以你我对来看，就是迄个心经后边，无我或者后面经按定了，无我大家或者尽量最平安，你就得，你不要只在一个多。所以你告诉内底当中，如果你有一点点，就有一点点；有一些些，就有一些些。这个是相对论的东西。你这个物件。那安尼当中，你每当你世间法的内底当中，存有一点点的东西，你才能够进入到绝对的体空、绝对的解法。那今日我会讲到接下来就是讲，因为这个物件，咱看大乘法的物件，咱伫文义上，拢是一个论说。你伫文义上，你甲看出一个物件，绝对拢是物件，拢是色，甲是声，拢是定的来叫做物件。拢是定的来叫成物件。我即摆做简单比喻，比较少安怎讲？比较少安怎讲？好，欲看清人性本性，有梦我该该做，但无梦想自成清净。起心看清，即是真什么？起心看清，什么叫做清？我来说简单。你平常坐咧分不清楚，你平常坐咧分不清楚，真啊！嘛要听着什么声音？但是恁好不好？恁一个梦想，恁一个妄想，就是梦想入来当中，互咱因为上足个物件，因为你心袂清净嘛，你无当证明，你无当证明啊，无当证明。你那你的梦想嘛，无当证明着你的梦想嘛。好，真正咧困的人，伊会生一个梦想的，会生一个梦想的。梦想嘛是解释这个梦想。所以啦，六祖金刚律尾啊有一句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变，应中之观嘛。啊，所以因为今日就是啦，那个但伊梦想但。起心看清，因为咱听伤济物件，看听伤济经了后，所来入一个真相，所来入一个真相，真相。你这个观念就是哪？有一个真相哦，有一个真相啊，真相叫做哪里讲？啊，真相就是无影响啊，真相就是无影响啊，啊，梦想嘛是无影响啊，梦想才有影响。梦想是你的思想产生出来一种个念啊，迄叫做杂，迄叫做杂，叫做杂，迄个杂念，迄个杂念话是迄说叫做无清净念安尼，但是无清净你快，无清净你无快，迄是一个宝剑。因为呢，你的心控制袂好势，你家己因着相互其心，你家己离这个哪呢？离黑暗中，你做物件。我是说简单的比喻，咱今日去，这个活动会人做歹个，你袂做物件，离黑暗要离一间暗室要做物件，好做无？当然嘛是会当做，一定做无。啊，若一间用光明的室咧做物件，好做无？当然嘛是好做。
因为迄慢慢找，看着看下就搁找。但是哇，你今日甲找嘛找无，啊，你就伫遐生啊，你就是成功。生啊成功，你今日到内底当中，你看无物件，你就去乌白相，乌白相，变了上啊，毋知是有啥物件无，毋知弄地底啊卖，毋知弄倒啊卖，毋知迄弄啥个无，要惊死。甲你讲哭笑笑，你听无因，你暗时咧找物件，当然你嘛是会虽然好惊死。但是你若不能拍倒去要到地内底当中，我请你会惊袂？因你叫到地清清楚楚，你要摕物件了了分明，你客着行，慢慢就去看啥物件。因为咱今日就是咱今日就是因为看上一只物件了后，听看到这文艺的非了后，咱离文艺上了，咱跳袂出。啊，刚所以离文艺上来讲，分别文人再多，文为多，手为指，我手为我。文人咱再多，文毋是多，但是这个文，就是参照这个镜头，甲你指义公经。但是咱就指这个镜头来听。咱无同离开这个镜头去看公经呢，公经伫倒位啊？啊，是遇到看清啦，文人伫倒位啊？但是同我这个镜头当作为。所以咱即个是先，咱即个是接义咧，我甲你报离遐地下去遮，我甲你用文言来感觉，你用文言来甲看到。啊，怎使用文言体？所以呢，咱一定要了解，你要真正离开文字的思想，未必离开文字的表象，离开文字的色、声、频了后，跳出正常物件，了解真正清净物件，这是咱今日去排的物件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方面呢，直接来做参考啦吼。所以咱同学啊，就着这语言。当然，这个题目分在内底啦吼，咱就咱个含咱各位大家，哦，这帮已经讲过吼，而且咱含咱各位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先第先，欲不修当者，但是一切事不见人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。好，这个问题呢，是讲，咱今日，好。欲不修当者，这个当经，这个当甲经，这是一个一致的物件。安尼讲啥意思？你这个经叫做空，你这个当叫做有，安尼啦。所以伊这句话就是讲，欲不修当者，你不修当者，你但见一切人事不见于。人之是非善恶，个啊那安尼当中变成哪？变成一种目睭，目睭啊，石头，一款仔死人。哦，啊伊也袂讲脑的，讲脑的，就参照讲，因为这坐相做相，比坐甲一款仔死人，啊一块不动，对不对？毋知会啥？过去迄个咱常讲迄个。对上书，甲应该上书上，当然应该上书甲对上书讲，你迄个外界就好做镜，好，对上书物件上讲，啊你外面上较做镜，我是较当做镜，啊无你了解着身份，好，啊有啥物件是要讲无来讲有啥，这个就是讲出着迄个那迄个条件，啊讲今日咱毋是。离咱这个肉体的表象共款，咱是实相用共款，所以这个当这个经，这是什么呀？应无所住，这句话是在讲应无所住，这个应无所住。啊，这句话呢，讲义性，然后，啊咧，因讲经的第十分来讲应无所住。这个应无所住，就是讲，你真应着一切万物的时阵，你的心里就发亮。这个总安怎说我看着，这个总安怎摆我看着，我袂感觉做法，我袂叫应用着。这个人做引导，我袂叫应用；这个人做歹，我袂叫应用；这个人做好嘅人，我袂叫攀岩；这个人做善，我袂叫攀岩。因为怎讲？因为我是应无人吼，是应无人。应无所住啦吼，好，
一无所住嘛。因为我用着了，我无所住嘛，我无所住嘛。我用着了，我有住着哪会生心嘛？这个后面这个风声就出来了。但是我用着无所住，迄个叫真正真情嘛，那真正真情嘛。但是我无所住了，我生心，这叫做这叫妙心嘛。好，安尼叫做体用嘛，体用嘛，安尼叫做空用，咱做空用不解不义嘛。啊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讲，若不修当家，但见一切人不见不得，不修当家，就是变成可能死人去啊，叫做空性去啊。所以变性就是啥，就是无成功，就是无是非啊，就是无好办。迄种怎啊？怎执迷啊，执迷空，时空嘛，执干拢无去嘛，我执掉的拢无去嘛，所以常而无常，好，常而无常，执而常，甲执而无常，拢叫做无正常嘛。咁有意思，执而常啦，甲执而无常，咱叫做无正常啊。啥无正常？因为常叫做空啊，无常叫做空，无常叫做有啦，安尼啦。但是你执而叫做两变法，安尼讲才有意思。你执而两变是执而常，执而空，执而无常。人生是常而不变，这个空是常而不变，哦。人永远就是，就是永远伫个迄个常不变。无常就是讲，因为人生的生变无常，所以因为人生的常甲无常，你想唔想叫即空，即而有，叫做啦即有。所以你等佛教上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常性无乐，那叫做众生的四种边缘。常什么叫做常？无常当作常嘛。乐无乐当作乐嘛，无我当作我嘛，无尽当作尽嘛，常尽无乐，迄叫做众生的颠倒。啊，咱这个执而常嘛对，执而无正常嘛对，执而无常嘛对。其实常了有无常，无常了有常，常了无常，这把迄叫做变化无常。若是这变化无常，是不是呢？这把这变化无常无，咱太太。今日去同伊拄我电话，成日讲伊坐在遮讲先去缀拄到缀拄到，啊，规个拢有生病。其实不靠迄个医生介绍，这个真好啦，拢无因看，啊，伊也无变掉，你看嘛无生不起，嘛拢足好嘞。啊，无迄个是听啊，但是是安怎会安尼？伊甲医生甲讲一点，讲你听。啊，本来对伊体上这个无常的变化嘛，这个体的变化嘛，敢是安尼？但是因为伊有这个无常的变化咧，当伊有一个常真来变啦，无这个常来控制这个无常的变化，那安怎来变啦？这变死啦，这变一个物件。所以变成一壶茶，变成一头，变成一个死人，这发生变化。这变成啊，变成工具了，这变成工具啊，工具唔是变成一个啊，变单的物啊，唔是变成一个动物啊，伊是变成一个工具啊。那工具就变成因为伊无常内底，当中若无一个常，这变成一种无变化的工具，伊是变成动物啦。咱听无啦吼？啊，所以因为无正常了，当生出着人生的喜怒哀乐。但是咱喜怒哀乐内底当中，这个无常，叫做咱自因，咱即啊，徛言叫做接受，叫做接受，接受，因为你叫接受嘛，言嘅你叫做接受嘛，但是你接受，你做的因言，你一定要接受，你接受你的，你是。甘愿接受，咱唔甘愿接受嘛。谁甘愿接受，咱唔甘愿接受。对，逆境你就唔甘愿接受嘛，啊，对顺境你就做安尼。
咱是安讲，你透过快乐幸福，你唔免着感谢什么人，你感谢他，你痛苦，你悲愤流动，你唔按咱什么人管咱一个，你家己做诶，叫做自作自受。但是咱人客当中的时阵，因为无常的变化内底当中，因为即个开始变化内底，你做因好，你变好；做因歹，你变歹，安尼就怎啊？关正是，因为现在你唔知即个，你唔知即个常，伊内底有一个自性，这就是不生不变的物件。这不生不变的物件。那你不生不变的物件，因为这是一种哪呢？它是会变的。所以讲叫做经济，那讲叫做造势。但是经过了轮回了后，离无常变化内底当中，咱这个经济爱对轮回，这是足好的爱对轮回，所以咱叫做命运，咱叫做命运。爱对轮回，咱叫命运。这个命运就是随缘转，随缘转。但咱今日修道就是讲，要互这个常甲无常当中一如。一如就是讲，我常于无常中，无常于常中，常于无常中，无常无常中，这个一如，因为这是不变的定律，因为你遇到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因缘果报的无常变化在当中，但是一如你袂使离开这个物件，好，离开这个物件，但是你得因缘变化，所以今日离这个咱就讲好，到这个，若不修动向，就参像哪呢？无论有气量，灵断必思想，对应心不起，菩提是其中。我即句话就参像，无论我有一个功夫，我有一个气量，灵断我当断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来，这个上较因果变化要让你断你阿讲，无可能断嘛。那若说讲我为人无气量，不断必思想，我嘛免得当。对应心所起，菩提安尼了。这功夫是真贵的功夫，对。你既然你苗起来了后，当中你嘛得去甲断，甲毋得去甲不断。上计重要，你来接受，接受因缘的变化。但是你既然了解苦了后，你要改良就你这个经济，你要改良就你这因缘，唯有就你修道了不对，唯有就你修道了不对。我们来改，我们来改命，愈改愈苦，愈改愈麻烦。咱来改命，就大家改好命就好，改到尾大家来救命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今日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不见人之是非实咯，即是自性不动，这变成啊插头，就变成无少。好，这变成咩人心随不动，可以靠变数，他人的是非中间好，依德相为。意思就是讲，今日这个人不见，因为伊虽然修的是不动，但见一切人事，看一切人事，不见人之是非善好。伊讲的是我无看到善甲好，即是自性不动。那安尼这叫做自性不动。若是变成美人虽不动，开口便说的是非中间依德相违背。若看心看清，即将道呀，依心看心啦入了正常。所以呢，安尼当中，即甲道是相违背啦。所以咱今日伫迄个哪个，已经达到内涵经啊，到处会啊，伊即句话怎讲？理解。第一，即句话就是咧讲啥物件？即句话就是咧讲啥物件？理解，
这句话就是结婚的地点，我之间，立地叫做众生的地点。我查面，第一句是我的地点，你个立一个地位，变成众生的地点。啊，这句话就是讲啥物件？美人虽然咧讲不动，我人讲不动，但是开喙就是人受得好到歹。我咧讲，我受着正常，但是咱见变开就讲人好到歹，所以你有着这个地位，这个地就是已经你有生物件出来，生来，真正地格是真。伊叫做无量，伊叫做无量中。真正的理解是因为无量，但是因为你个有一个理解落去，就咱老比较讲，今日咱看这个文明，好，但是这个文明，因为拢写出来物件，但这个文明基本上的重点，咱要认这个文字的俗。本来这个文字是因为无时间无费，这是一个功夫，嘛是文字。这毋是真，你甲写一个恶，你甲写一个恶，你甲写一个真，哦，你甲写一个恶，甲写一个善。这两字若你分别起，这是一个恶道的出现。但我请问。这两字是恶甲善的啊，因为当时的造字甲造这个恶，这个恶讲叫做恶，甲造这个善，咱即个立地，这个立这恶的俗，甲立这个善的俗，咱变成到尾安怎？这叫做善。立这个恶，这叫做不善。这叫做立地了，因为你已经本来恶甲善伊无物件。伊无物件是你甲落是一个恶相，你甲落是一个善相，安尼变成咧有善啊，甲不善。那善甲不善内底当中，以文字上来讲起来，因为伊这两字完全拢做无物件。迄个就叫做立，立就是你甲立着一个地界，立一个地界，立一个立的地界，这叫做上，这个立的地界叫做上升的地界。所以你的思想就必定是恶是善，其实不是善，不是善，不是恶。你恶的内底当中，你不是这个不说，做人安尼讲，是命啊，你本来就讲，是你真正本来就讲，伊无落去对出来，迄才是真正，咱真正。你即个心用心看清，你起心要入一个正常，即你用心看清，看即个心要看清，就你一定入一个正常。就咱讲讲，这里面这个第二，你实是无名的根本，无名的根本，这边无名根本。好，第一个无见，实际了反映个解释，你第一个无见。你就无入这理智内底。那安尼这个了凡叫做解脱，叫解脱，这叫解脱。那马上叫做那圆满的解脱，一名叫做了凡解脱，叫做圆满解脱。所以呢，其实若做大经讲着解释的内底这部分，其实咱嘛是跟落入一个做之上、想之上。所以呢，做大经二到第八本来第七，有一句话，有一句话讲，哦，肉心若起了一个正常，哦，咱的心不住想象，不住想象，离住禅机，不是想象哈。离生禅相，离生禅相，离生禅相，
这是传奇嘛，不然你这能。礼柱禅机，你落来一个上上，啊，落一个上级，吼，这拢是根本。这个叫做上上，上就是讲静嘛，静嘛，不动嘛，叫做上嘛，哦，静啦吼，不动叫做上吼。你生的一个上的静不动，安尼你就是无静啊。你生一个上的静或者改成叫通明。叫通明，所以静后来改做极定，后改做极静，后来改做极静，后改极定，后改做叫通明。你生着一个禅内底要通明也好，要定也好，那安尼你就无定也无通明，因为你已经生一个上相啊，你已经住就是叫做即叫住者上级啊，你住着是上级啊，哦，这就是讲啥物件？这是讲经历，咱学校的内底当中，你一定要跳出着语言对话。这若要甲讲起来，就你已经进入到迄个时尚发展内底。啊，安尼入到时尚发展内底，我是讲你昨几样？你讲你10点几？你讲你现在5点地啊？你讲你6点地，安尼你已经离开这个成绩啊。你以为你上上，你以为你遐物件，真正入去到你入去到出来迄个当中，你嘛有想一个什么物件，你嘛有想一个什么物件，你行一个观念，哦，我昨天好17到天光，迄个17到天光对你入到出来迄个当中，拢无阿无想的，迄个物件，迄个历史，你变个真正阿无，你有舒服，当然也真舒服。我这当然一日可能爱食一粒迄个呐，迄个蔬菜，然后迄粒蔬菜较袂不可以。你可以讲我啊，只有迄粒，无迄粒你就无搞啦。啊，所以因吼，咱其实啊吼，而且讲一个观念、一个概念，咱这是了解吼。文艺上的内底当中，这是一种离文艺，吼，离文艺内底当中是一种。引导是种指引，文艺内底是一道，但是文艺再个压成一道。离文的解说内底当中会生较平衡走，但是你离文艺内底当中咱跳走，无能叫文艺目标。哦，所以这是咱电脑方面都来做常客吼。那虽然讲咱看咧教育有少，听咧教育真有少，但是其实咱马继续，就是咱的感觉。哦，这是咱说电脑嘛吼，应该是蔡心怡的课吼，所以你嘛来开始议会吼，我们各位讲这个共勉互相的勉励了吼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新年愉快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梦行吉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道义公，天道义公，地方向1到5行30公里前道义公，在义公，三义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公，感谢蔡典文之慈悲之公，坤道义公，在义公，三义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公，感谢蔡典文之慈悲之公。持驾向1到5行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在1公，3公，持驾前领1公，送驾路前领1公，送驾蔡典文书1公，坤道1公，在1公，3公，持驾前领1公，送驾路前领1公，送驾蔡典文书1公。谢谢，好，晚安，晚安。